哎呀，各位聽眾，各位在歡迎人做嚟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會介紹我特別嘉賓，等陣我邊 focus focus 喺我邊。這禮拜我特別嘉賓呢，就是怎呢？我看下，看到比看到兩個了都正。老姐，我哋都歡迎。Hello，大家好。Speaker view 可以啊。基本來佢哋啲 icon 人真奇怪。แล้วก็เรา自己冇冚呢 speaker 先。OK 好。CS จัง OK。到嘅冇冚呢 speaker 啊，佢哋 echo。แล้วเราเจ้า到嘅唔要冚聲，แล้วก็半鹹甜啊，加四百九。個好屌我是有大家好。好屌阿龍 Hello。個阿涵 Hello，大家好。個你好鳥哦，即係特別未看到你變喎，等我 try 下，我 try 我 hang up 個 rejoin 即 check 下嘢，等陣啊，我 try 佢 join call。快快啲一邊咯嚇！呀 ，OK， 歡迎人到啲嚟嘅了。這個禮拜咧，我啦會等陣得 before 啦講成個 update 就可能你on部病到19號，安怎當然進行到啲亂冇什麼所在。就去個 Kick Costco 啊。嚇，就問啲人啊，冇機咧聊嘅。哦，特別我冇愛買雞，我成都有嘛。我愛買是係你frozen 嘅 vegetables 啊，係你跟你聊。我做日期，咁了就問抓無了嘢車咧塞嘅車咧 trolley 啊卡啊，規間嘅 Costco 嚇冇嘅了。用掉，誒，個人用掉咋？哇！伊北京落本無，伊係 trolley 位個了本無。哦，哇！咁巧啊！了我嘅手件啦，我冇講，就是要買隻物件，我是實在要 pick up 嗰啲物件。伊人排隊搭掉，即 check out 本啊個，三隻20人。哇！我人嘅微博咧解啦，特別我聽嗰多倫多合併啊，有人笑拍啦，笑咩啊？嘛係咪幾本嘅了坑嘅啊？我人嘅微博咧解啦。我人這邊有啲內邊嘅啦，即內邊嘅地方啊，有攞嚟紅毛婆啲小拍為了一壓誒抓，放在抓。喺全部係 YouTube 嚟㗎。是啊。計識所以嗬。係咩嘅？係啦。有出到 YouTube 嘛？哦。我攞買單，你 cashier 叫佢都話貼後尾掃咗。可能佢走下邊喎。嗱，我呢度叫。有一個阿伯啊，伊啲。我人有兩間嘛，我人一間是 Woolworths， 一間是紅色嘅迄個啊。แล้ว伊叫嘟呢，因為伊是一個音呢。嘟。แล้ว伊是แล้ว咧有一個阿伯咧，伊啲迄個紅色迄間啊，伊蹲啊，規個車規個 trolley 嘛是啊，伊邊仔嘅人啊夾伊嘅物件。至少到啲 trolley 嚟嘅。是啦，我未興呢個嘛。有咯。車嘅嘢啦，意思講。誒，佢一個人是裝咧，佢一個人，攏看到。哦。我唔捌看過喎。你唔捌看過我咩裝？即係，等我看伊，阿公嗰隻蛇，等我看伊，唔知放喺度啊？你是裝？你唔知哇？我未看到路。你 drag 過來啊！drag 過來我未記啊！
我未記得。 Q 嘅 picture 落嚟係嘛？哦，對對對，伊特別出特啲 picture 我係 Q 喎。無啊，有少誒，啊，呢度 video 我知特別你別人講話是啊，伊嘅面未出，伊嘅。OK，咱咁樣點？等我講我。哎呀，真你聽到 John，你聽到我講我話，係聽到我未看到裏邊。I mean 嗰邊啊，我係看，你咪做節目，電話 key 錄 show 嘅我咯，似半年正嘅。等陣我腳未看到裏邊嘅話，四人別人做下。我把下你咯，你把行啊？阿漢是大 Melbourne 嘅嘛嗬？哦，是啊。啊，對咯。嗯，你再是裝個阿漢。想唔到。我們見過面的了，阿漢。我錄記哦，你。蘑菇來嘅時，你有啲嗬？對。啊，我鄰居來。等陣我未記到裏邊嘅，等陣。安怎啊 ？OK，哦 shit，安怎都被掠到一邊嘅嚇。你都係 speaker view 啊？我都係 speaker view，學伊一人講話，speaker view 你一人講話。嚟你講，你幾時參？我弟弟啊，自康康過你。嗯。而家我講你是你，我現場拄過你，還是你到底 Skype？我都冇讀過話。我別講啦，擺喺你視入面看到。你講看呢邊都未見喎，你面點解是你面面畫面？嚇？你學啊古靈芝嘅嘛？哦，古靈芝，啊，嗱我會記古靈芝。我知道係古交呢度。靈芝到 Australia 嘅我嗬。教啊，啊對。古靈芝我啲都。教好多處。古靈芝做咧，點解都做 animation 好啊？對，你要見你啊，十個年數啊。我真唔知係咩，上個時你我係 show first 十個年啊 anniversary，係那冇諗過你小蘭講，只有你叫你做 first anniversary 嘅 animation 呀？是喲，是喲。啊，我歡迎歡迎，個後生做雜務見啦。白頭爭咧啊！是啊，而家是拎個飛粒個。當經領到了棍啲情況滾啊！你見啊？誒，我 live 搞到都卡出有病啊！我 live 我YouTube，上個時有啊。到嘅我麻煩。到嘅嚇，古靈芝我會記。OK，到我就係特登 greet 你。哇！豬豬空絲，豬豬空絲，這是到嘅啦。誒 ，first topic 是係咪啊 ？first topic 是特別是檳榔嘅糯米。而家我未曉，我琴日拜拜。未曉咪學咯，話你攜走嘅。未曉咪學咯，嗱我我係係本講尺。鬼嘅呢，我係講鬼嘅呢。哦，古嘢啊，確定啊，確定另外隻。你有 sign up 哦？你有 sign up 睇你收 email 嘅，嚇你收睇第特大 topic 無上嘅 email，特別別見你使參加講別見，哇！真奇怪，我被列被 grab 到一邊啊！啊，真諗教我就，whenever 我係超係我 Kiki 伊個定面嘅 interface 嘅時候。哦，maybe 我刷我自己變到來。哦 ，yes，呀，不嚟啦，那你 OK？呀，我殺我自己私人變到來。我唔係我變嚟咩？ John 做咩都被鬧 John？嚇被鬧，哎呦！食嘅較水人哋看咯。唔是即係你白縮波你白白明呀？啊，嗰時佢出嚟逃避。我幾開始特別食，然後變到把那個殺新嘅西邊，你咪見？係啊，係是我能講是個壓作日本留意。啊，對，格爭。啊對，格爭。係啊。老椒嗰啲鬧我推銷啊，嗰啲。老椒。係咪老椒？可能是恐龍椒咯。誒，恐龍是鳥嘅祖先啊，對咯，就是咯，那是恐龍咯。嗱，上咯，那是恐龍。成劫咩？誒，你但係講
來講路名當見邊個學見檳榔加你看檳榔樹，嗰個一個baru節來呢。係咯，somebody baru gaji。會使聽會使，冇聽到你聲，看到你隻呢，你出聲係嘛？這是佢咪我名咯。你是裝我名嘅嚇。你直接出聲嚇，你講我嚇，你聽到我啊？你聽到我人哦？係啊，我講啊！冇聲啊？見下叻。有聽到你聲？叫我咩名？唔知喎，唔知。叫我叫你名咩？呀，你聲對哦 ，Skype 對。Maybe connection 冇咪把，connection 冇咪把。你成日喺 Honda 冇夠力啦，冇夠 horsepower，冇得買。我看你赤啫，我咁邊，但我係想哦，我係想呢喎，你看。對，哦，我不要他的男子。我係是。這位只係你嘅我俾是200年。我看這呢。Third edition 第3嚟 printing。阿 John， 阿 John， 講個檳榔螺唔是有一條歌咩？成個是有啊。有啊，嘅咩點唱嘅啊？唔知。啲點？嚇？啲點跳。嘅咩啊？咩？我咩記啊 ？Last few year 你 join 嗎？最。哦。你個 rubber band 呢個。啊，是啦。哦 ，OK。係嚟聽嘅。唔知得咯喎。你個出來咯。伊是但係你上隻 album 嘅位啊，是無？是。哦，你 album 我有啊，我有一個。你 album 是咩嚇？唔知咩檳榔買檳榔啊？是叫買檳榔哦。Oh my 檳榔。Oh my 檳榔，等我看看。特別伊內面有唱啊，伊個歌。我隨口我買檳榔嘅喎。入面啲學緊歌啊，就係歌。佢真係按摩，用按摩係啊，按摩橋。你是唱檳榔嘅學緊？我隨冇啊！哦，哎呀死！學緊歌嚟啊！南西，唔算南西。嗱，南西冇，人家我看南西會講咩嘢？你可以 join 啦，呢冇啲嘢。I at least sign up but can't see。我上面有介意講見咩是有 recording 啊，所以我想是伊愛參與去。我之前可能真係人當見講話，所以 I need the video call you。Right, or just call. Sorry. 但是 copy paste 啲 link 啊，學伊人會用我，或是愛用 email 咩？呢啲細 copy 佢人。你甲南西講我 copy 學伊。成個一人有 Skype 話唔好寫咧。I wonder if 而家人啊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 Skype network 㗎。快啦個 work from home。冇幾禮拜你 work from home 啊嘛。哦 ，internet 用緊了啊。等我屋企南西都叫嘢。Hello 南西。嗯。南西嚟啊！嚟啊咩？
了，哦可以 join 啊嘛？哦，来了来了，我叫你细聲，啊，做唔使你落嘛？你有啊？聽到你聲啊，南西。啊，南西拍啊，OK 海， OK，南西卡看着了，南西拍海。嘅，我冇係卡咧。哎呀，哦，到時間頭先細聲，講咪，當叫我咪講本來嘅路名。我本來名啊，唔知我有叫咪 Burma Road，咪係咪加利斯坦啲啊，我驚歪啦。咪加啊，แล้ว未曉啦，幾難你路呢啊？我驚歪，冇咗叫咩？夾巴 road 啊，你是先攞夾嘅。巴 road 啊， Kapal Sing Drive. 要阿龍咦阿龍，喲，咁吹啊，都佢老先嘅。特啲撈到處嘅事，我咩？特啲撈到處係啫。喺度玩。完了，失敗完了，冇啦。誒名咪我咪邊咧叫名，叫路名，啊不叫歌名。讓 continue，我聽人講先，我講不啦不啦。嗱，你看邊啊 check 嚟話 send 學路人，燒起嚟。做咩愛笑起來？ Be in the street 啊叫做。我愛笑起來。唔是啊，唔是，我唔知啊。嗱，你係學緊路未啊？是係你啦，少我 WhatsApp 嚟啊你。哇，呢隻佢垮掉。 OK，嗱，咱嚟 The 講， Bull Victoria。未未阿啊？ John，咱嚟阿講 John，啊，你叫另阿外。 John，你個而家緊啊，嘅俾人 back 一定會要嚟唱會啊，嘅 group。哦，你係唔是 Rubber Band 啊？你是講唔是 Rubber Band，你啦呢個當崩啊？是，即係 group。哦，OK，我去吹下。伊唔是唱羅名咩？唔知，嚟我去看。我嚟講這個嗬，海記線路啊，是迄出戲嗬，我較早叫海記這個字，是迄隻是我冇係講啦，我成日踏條海帶咯就。我踏條海帶，嗰時海架，嗰時我不要踏這個字啊，這個是咩字嚟？是福建字，嗰時係咩字嚟？海記線路。一個字嚟，一個字嚟。字特別是普通華語字。咁了嘅人字，咁我就想嘅。華語嗬，你華語有咗踏，即係華語有咗踏。錢啊，係乾隆嘅錢呐，乾隆嘅錢，我是講係計得一個，隻拖。你計得一個拖呢？OK，本是叫錢啦，係錢線路，誒，阿真你冇佢小英南西。唔使哦，至少唔使散到呢筆出嚟時，哦，我 send 嘅咩？至少唔是我 send 嘅啦。唔是，我叫你開你 video 南西。係啊。係咪 video？開你邊，然後你用你電話拍海。啊？冇啦，我係邊白，唔知白去。你做我12整嘅南西啊，自敗而家話你唔知。誒，你冇看這個這古靈芝把路來嘛？不是講，等定到10件啦，等定到10件啦，當佢留意啊。嗱，留意啊，咁樣。哎呀，你呢零嚿卡仔，你呢水一個南西。就是馬可能在嘛，個水個。OK，古靈芝出聲就係古靈芝講話咋。聽了。continue 講。聽到。得未？我 wireless 冇咪好啊，聽到。你係咪冇咪好 ？wireless。哦。microphone。哦 ，OK，聽到。我係聽到，我是要叫你講話先，你講話係你小應該走過去，我係你頂面一抓位咧，我梗係拖你落嚟喺啲邊嘅。因為前有人困，所以未使講太多事。啊，你聽先。你講多少先？哈！未，伊顯起啊，伊嘛冇顯起咧。顯起係唔知啊嘛，你叫你 camera 去翕啫。係啊。伊 warning 我，但係伊使我講 keep 卡是講未使少嘅。頭迄都唔知嘛？
你都唔知咩頭頭。OK， 嚟啦，講路名，路名，咁咪好，只傾仔只字，只傾 research 只字嘛，博咁啲，所以咧學博咁啲，講特別人講到 Burma Road ，Oh my god，我有 list 夠長。Burma Road 嘛，特別人講 Burma Road 係啊。講叫亂小依嚟係你 list。你記你是 tax 還是小英嘅 ？tax， 你我應該有 tax。你係使 email 嘛 ？email 咯 ，OK， 使。然後我 post 啲話 show 嘅時候 post 咯。OK。即係你是人 WhatsApp 嚟 send 嘅。Burma Road， 但係臨時講嘛 ，Burma Road， 所以就被講下 Burma Road， 浪長在學嘅話就講，我係你圍曉 ，Burma Road 破湯圍曉 ，Burma Road 叫斜水流。你圍曉啦，你8點教題。Burma Road 是叫斜水流的。有。那你8點教題啦。斜水流。係咪少講下？伊人個了客古伊人用下條路去夾水落嚟。紅燈，應該是。呢是叫 Burma Road 咧？客古 Burma 嘅人個了，Serani 人個了華北，Thailand 嘅人啊，夾地人啊 ，Burma 嘅人個了大北嘅，但所以叫 Burma Road。Burma 嘅人叫人做乜嘢啊？有一個較無好聽嘅話嘅咋？哦。မြန်မာ。有一個諗就俾迄個年代啦，當今。講嘅迄個年代而家嚟講，人成日諗就等講馬來人嚟講啊，雲啊，讓 Burma 嘅人啊，原來都有一個字講人嘅咋，唔是講純時候人嗰隻，唔係呢意思，是講專門人哋講嘅情況樣嘅。成個人講麥格拉啊咩？孟格拉啊，孟格拉嚇，要住你自己嘅福建字喺度，即係個屙要棍嘅就，唔知是有咩屙加有咩搖啊，我特別起啊。古代人做坐更嘅嘢，要加是所在嚟嘛？伊唔知係咪驚嘅，就其實係咪驚啊？擔定嚟，我要驚 ，example 啦，我要驚啊！喺你字嚟，知道？我特別起啊，就你淨係講嘅老人家嚇，係聽咩啊了？伊別講係聽，喺個年代樣做嘅工課，樣做嘅工啊，加喺你有關係，所以點解人關？等對等教看對別人嘅嘛，呢度等講人係咪驚咯？雲啊驚，白啦驚，靈啊驚，有一個係咪驚？是講佢咩啦？我就嚟記叫咩咋？哦，咁咪可能小浪仔嚟講 message 嘅話，有時講咩你教人講嘅。係我係咩？我記得我係咩？要。我有一個。就你先讓聽人嚟做。嚇？啊，你嚟做啲坐更嘅嘛？OK， 我愛每路人是真係大問題。上個我啦，我是主幫人嘛，我人嘅路啊無名咯，我人是河邊呀 ，USA 18足 US 安尼款嘅。然後你嚟安怎會記咧？然後你嚟安怎會記這條路是啲道路咧？我從來嚇唔明白人安怎記咯，那是無好嘅喎。你安怎記來名咧？是啦，上個我在 A 啲 B 嘅頭整嘛，是唔是？3 A 運動是啲3 B 嘅頭整嘛，然後你嚟扎蘭伯嘛 A 啲道路邊啊我按咗咗，只得搞。因為是對咧，但因為是成個人嗱無上國家。還是無相招啊！你咪條名咯，咱十幾個招嘛。所以是會記講啊，正邊兩過去嗰邊就是啲譬如北方就是係咪 Perlis 啊、Kedah 可能你對面可能記哦。我係古仔是無落嘅，古仔別你英國超嚟咁先啊，你攞8年整啦，邊兩是無落嘅，因為落名嗰啲本是好名嚟嘅。咁就係一時，有時起頭條路咧，還是頭條路咯。咁起嚟而家就咪2條路咯，3條路變咗4條路。係咯，入落嚟咧，跟住無幾夠就了。係咁時一度實，有陣時無神規就行入咗出嚟咧，嘛講下都做咩更嘅。所以成個一時個鋪底位咧嚇，伊會得拍石頭嘅，拍把刀嘅，或者拍條機咯。係啦，拍檔嘅就拍檔機咯。咁咪就係對咗因喺你多滯，因所以喺你入頭落嚟啦嚇，因做後尾行會。係啦，
我就係人講家人家是我見他是油脂爆啊，嗰時後邊。我邊啲紅嘅是頭條落了，字條落三條落，舊家地白是八條落是 Sandyland， 八條落是 Sandyland 嘅金鳳。嗰位嘛，伊是做嘢嘛，了，伊是講伊啲嘢機咯，廿機啊，嘢機是嘢廿機咪是 Pitt Street 咯。做嘢咯，樣啲迄邊可能人無講去講嘅只啦，係咪人無講可能冇錯啦，我就係。一家會知嗰時係咪做在古，嗰時係咪冷度啊貴？所以變咗係會知講你講在書幫嗰啲做在是書幫嘅，書是古嘅做在，書幫是新嘅做在嚟知。是咯，是咯。哎呦，書幫嘅教老講就係應年嘅，伊是特特嚟酷嗬，一個 Petronas，了一個 burger 檔，了一個 7-Eleven。就是一個樣子啦 ，OK， 一樣款樣。你看到落來個有一個 Petronas，一個 burger 檔，了一個 US，了一個 7-Eleven，嗰是 another USA，安尼款字係了，清清樣子。我是比較，我近日係蘇邦仔也係 HSBC 嘅。迄個是大阪嚟。大阪啊，我近日你做在。大阪迄邊啥迄邊個是樣嘅酷咯，一個樣嘅刀爾咯，去買人家啦，去病嚟邊個咯，然後落來都看到吼。伊無會一個 Petronas 之後，就是伊換了伊 number 咯。烏燈特啲有一個烏燈嘅，伊是已經是一個上加一個 SimCity 嚇呢位，伊一個烏燈，一個油站，一個 burger 檔，了一個 7-Eleven， 就是 for every USA， 一個USA 1、USA 2、USA 3，伊特你是冒出來嘅了，咁了是 standard 嘅。你講咩 yes 係咪？我冇講錯嚇。係咪是 yes 你講 USA 啦。嚇？做幫仔啊！哦 USJ。係啦，USA One 了，伊就一個一個 Petronas。我想你講 USA，特別你咁我咪聽到呢。USJ 啊，伊是standard嘅，伊一個 USJ One， 伊就jalan slope to slope 咁樣嗬。U USJ U 是 United Estate Plantation， 你是 UG 巴嚟嘅。United Estate Plantation 係 U 啊。有蘇邦咯 ，SJ 是蘇邦仔嘅。哦。Upper Subang Jaya。係啊，邊兩嘅啊，八條呢？邊兩嘅四。啊，邊兩八條呢？就冇。嗱，OK，嗱，即係頭條機是頭條路面頭條路。我 check 佢。Jen Hotel 對面咯，國口咯。Jen Hotel 你個靠升到古 Shangri-La 嗱流浪。你咁大你倒尾頭整。個 Prangin 入邊啊 ，Prangin 叫咩咧？學緊話？社會，我落名地產誒。隻水嘅社會當劍氣啊！啊啦，頂到去龍溝入邊有 monster 當佢龍溝有冇湖啊？誒，我想講石頭都類喎。嚇？石頭啊！要唔會搖頭嘅，搖頭我唔知，我從未起頭到類啊，搖頭嘅，所以佢叫會嘛。Brian 啊，對，咱講話。搖石頭嘅，搖一個頭嘅。啊，那石妹是妹啊嘛。依家叫啥你做？石頭、石梨個石妹嘅。唔是古車嘅。古車嘅。啊，石是有 upper Brian lower Brian 嘅啦。要搬嘅。剛剛小妹是俾一個人所在，應該要晚餐嘛，古仔。聽到你聲。我用我 iPhone connect。哦，係iPhone 嚟啊。OK， 讓 continue。你是裝？你名咩啊？我是OK。阿 John。喂。我家一個領學樂。嚇。嘅是個間嘅 live show 嘅過來。呢隻梅呢句咩？你都扯到過嚟咯，屌！呢隻點會扯掉？安這邊邊學見嚟拎嘅。你波寫嘛？這個？我波。嗰間有唱 live 嘛？伊。哦。到底minute 時咋？我咩期待好唱咪先？
我就是講伊大啲下邊嘅事情，對我記啊，你 try 看教我講到這一件事情，然後我 start 話明白。安怎啊？這個當時啊，我若啥就拿來拿聊天嘛，啊，這就是講，鬥嘅講。OK。伊起來講嘅事實，一定唔會對 research 掉啊！伊 research 掉，伊頭腦直接吹掉，迄個物件數。誒，等陣，等陣，咱接去講啊，係咪啊？哦，買車機有得講，阿龍買車機 ，upper bragging。我唔識買車機之類。bragging。我唔識買，唔得我買車啊。買車機，還是鋼牙機，還是鋼牙機，我知，鋼牙機我知。鹽湖鐵，鹽湖店對。誒，嗱，咱特別教即個，所以咱特別教後條咱特別教即個保險啲講 about 係咱嘅即個 standardization of 咱做寫係嚟寫，所以你會讀到，你嘅 explain 就成日講，你會講，但係機啊，什麼意思啊？伊做咩事？你即係講講，要該麻煩，會會曉咧就比較方便啊，你冇必要。就係咪印度寫本寫出來的？特別保險啲，我同你講，我當然讀個波，我當然學那句嘅嚇，我雖然冇曉過，特別那是你 start 用你 computer 嘅爬，係你。伊鬥開手路學較濟，所以我當今我免倒每日落咁多寫你唔見，當時寫唔對啊，成定到我寫你古小音，我寫到高小音，特別我 try 我會曉寫，特別我未曉嘅時候咩龍，我後尾真係學到就是伊個聲，伊音我誒，咱人關係哦，咱人關係，咱成個你是人頭咧，冇做咩我未去想，我還沒音。所以這類東西是 standard romanization 嘅嚇。我是 standard 嘅 ，OK， 真正 standard 嘅。誒，send 嚟拎嘅我都唔知，我愛學但係我 OK，你去penanghokkien.com/learn。哦 ，learn 嚟 ，OK。下邊該有啊，了。阿 John。誒，你人冇咪講落名嘅啫，係咯，咱寫睇幫你做咩物件記住。落名我唔知道你。等下到嘅。阿 John。三集。你叫我放咧，伊就啲咱 live 時。大家好，我人叫拉拉哩拉淡崩。嗱，正。你問問我都是緊是阿崩，冇關係啊。我隨佢。你問妹，你嘛？我同你講問妹多謝是阿崩，冇關係 ，OK。一地。我未記啊！今日我今日有機會來好了啊，來不讓大家紅點聲來聽聽王小光。來好了啊，來不讓大家。Testing。是古纸店，有当时会听到人叮当，人叮当拍甲真正响，唱歌水命真正强。哎呦嘿，哎呦嘿，哎哎呦，哎呦嘿，哎呦嘿，哎哎呦，哎呦嘿，哎呦嘿，哎哎呦，哎呦嘿，哎呦嘿，哎哎呦。頭條落唱歌去，阿妹落去呢。我是頭條落，順幾條落。三條路做三本嘅真厲害，四條路嘅麵線店啊，就愛知，人都趁有這是第實在。哎呦喂！其實去聽邊個學緊497出，邊個學緊第497。叫做我人到啲邊個學嘅，不到啲邊個八月會做10年，有講有潮你冇幫助嘅，即係博嘅事落，去about 30分鐘加10秒，肯定是度聽到。
本來學見497，樣叫做啦啦哩啦淡崩。最潮誒，叫啦啦哩啦淡崩啦。冇名啦啦哩啦淡崩。變成掛名啦。即係隨便 band 嘅名，一 group 嘅名。band 嘅名。一 group。我隨便聽佢啦嘛。嚇，但我都未聽到啊。冇啊，隨便掉啦 YouTube 嘅會。哦，冇，未必啦，冇辦。即是就掉喺 live show 嘅時。誒，冷滴到啊！阿龍啊，冷係頂咗。冷上到做都係做嘅話。當然未使啊，冷就會social distancing 啊，對得。都而且兩人嘅 podcast 係真係好嘅 example 嚟㗎。兩時係做 case study 嚟㗎。兩10個年啊 social distancing。伊唔是有一個 app， 我唔知 Skype 會係落幾人啦，都係真係幾人嘅。Zoom 係真係幾人嘅時候。8人。嚇，對啦，就8人咪嚟到嗨吼。少。OK， 嚟就唔知講老名。感謝豆嘅除咗一條歌。我 producer 第老要勁嘅咪 producer。冇女嘅，做10個年啊！誒，咁我嗰時你我特晚講到孟加拉係啊，兩個就叫做孟加拉行嘅喎。Argyle Road 叫做孟加拉行。Argyle Road 啊。Argyle Road。唔道理咯，Argyle Road 其實我查住落嘅，我冇 road 嘅。哦。係啦 ，Burma Road 邊有條爬台，會係咧 Super BS 就落。Super BS Bangkok Lane 唔是Bangkok Lane 是不就？你話波斯你叫咩啊一直 Burma 就係 Rangoon Road。到時黑邊嘅攞嘅咧 Burma 嘅會啊嘛 ，Rangoon Irrawaddy。係啦，叫 Irrawaddy，冇得係 Irrawaddy 是Rangoon唔是泰倫嚟。嚇，冇乜。Irrawaddy 唔是加紅咩 ？Irrawaddy 唔是加 key 了咩？是。冇啦 ，Irrawaddy 是Bangkok Road 嗰邊啊嘛，我Bangkok Road 嗰邊。冇啦，冇。Irrawaddy 唔是啲嘅 ，Irrawaddy 是我係Wesley Methodist Church 嘅，上就叫。後尾定咯，對，後尾嘛，嗱伊路是啊，即是隻長嘅嘛，伊起人做 GMC 後尾邊。嗰時咯，一邊就我唔 road 呢。然後那個 road 是算那個是Burma所在嘅咩？是咩？我唔知啦，如果那個 road 我係定嘛？那個 road 是個單位會飛馬邊啊咪？嚇，咪是我 Burma road 定嘛？咱當時也未走開 Burma road 嗰種嗰啲山舊啊。誒，等陣 Burma road 啊，斜對落定島嘅時，我一本斜講啊，定島嘅時不叫做古斜水。伊唔是叫斜水咯。伊嘅古斜水是新加坡咩？嚟到嚟嘛，佢嗰度冇南面嘅，佢嗰度冇北嘅咩？伊古斜仔水嚟，所以佢就落邊叫做古斜水嘅，然後當然變做斜水落去，當今 modern 嘅地方。然後有一個 masjid 呀 ，masjid Tariq Ayer。嗱個咧 Q 水嗰邊嘅，佢就本車，一下 Burma Road，一下等 Burma Road。Burma Road 有 masjid 咩之類？一下能。最難聽啊！有actually 有誒，咱是無講看嘅，因為佢哋全世界 New World 入邊啊，都唔知講 masjid 啊，你聽到？有，佢哋我知。全世界有佢哋Malay嘅 museum 個。我冇講快咁等，一片掉住有一個 masjid 喺這邊。全世界會考係嘛？有誒，識經嘅，看都冇做，看都是看無誒。咁我冇攞架機咯，有咯。有全世界阿妹咧，我就是梅羅咧。阿妹啊！阿妹梅羅。阿妹咪是有一個masjid，識經嘅。咪是全世界頭對面啲事情咯。冇，頭先阿妹冇。頭先阿妹冇。係頭先阿妹冇。
有幾粒嘅。頭前是迄個阿布斯提雷嘅 junction 對，阿布斯蒂林corner是大徑，較大徑淡薄。嗱後尾是阿布斯提林古仔是 Jewish 人騎咗直壞咗嚟啦。唔是迄個咩？唔是迄個Telecom 嗰邊咩？嗰是迄個 Yahudi Road 嘛？點解人叫啦 Yahudi Road 咩？Yahudi 都冇是阿布斯提林咯。唔是迄個 Telecom 嘅路啊？Because 你咩講有迄個 Telecom 嘅有 Jewish 嘅。Yahudi 嘛是 Jewish 啊。我嗰邊Yahudi 是甲有種人，伊迄個網咩有隻 Jewish 嘅網大咧，Telecom 嗰邊嘛。人冇在呢邊嘛？哦，冇關係啦。你hotel 邊啊咯？我是阿布斯，唔是阿布斯提林咩？阿布斯提林甚盛行啦，嗰陣時甚盛行。甚盛行是下咧，仲領嘅俾赤喎。我放波是讀甚盛行嘛，放波是話，或者仲領。但我爆嘅摸佢話摸不入。阿布斯提林咪是被壓咯，阿邊，阿嗰時。掉落，古仔是 Jewish 咯，掉咯。是咩？OK。掉落古仔是 Jewish，古仔就是伊拉尼胡啲嘅。嚇？阿布斯提林。聽。我 Yahudi is another street， 冇上落。Yahudi 是哇，你 city develop 邊嘅位嘅。嚇？是啊。我咧會，Yahudi 我就 sure 是車住咯，佢邊嘅其中條嚟嚟嘅。係咩？maybe 有攞掉嘅。攞掉 Jewish lane 啊？Yahudi 有咩？你講 Jewish lane today 你咩咩？Yes, cemeteries。是迄個嘛，比 Madras Lane 嘛 cemetery。而家就係嗱，我同你講 ，located between Burma Road and Macalister Road，係咪路啊？係咪這條？係Zainal Abidin。哦，就係 Zainal Abidin，OK，係你八打嘅。條路就是嘅，呢條路就是 Jewish Road 嚟。哦，八打嘅，八打。有八打影下。一講都有八打。哦，我知啊，講到八打對，你唔知咩？伊咩阿咪暗哦對面咧。Zainal Abidin 對。叮當八打啊，攞嚟叫叮當八打，唔是八打嘅事啊，伊是唔知咩 charity 嘅物件誒來。我就唔知上安尼久啦。because 我細漢時我去迄個 Seven Sorrows Church 嘛，所以我當時有跪迄個八打一間店，特別叮當唔是八打，叮當唔知啥物 ，something like 成個樣做 charity 嘅款呢。我 wonder if 是唔知有關係㗎，迄個 Jewish 嘅人嘅係咪哦？我總知啊，你叮當八打是啥物？冇啊，你八打有啲是當人名嘅嘛，唔是咩？唔知我未記八打古仔意思聽鳥嘅，小鳥嘅。啊，我嗰時嚇，聽鳥公司嚟，聽鳥。哦。八打講嗰時係邊路啊？Madrasah？唔是。Madrasah lah kota Lipun。Public bank 八打就啦。Rangoon, Zainal Selamat, Zainal Abidin, Madras, Kinta. Itu jalan. Datang situ. 哎呀，我會記，我有隻 document camera 未記，我會使互人看。document camera 有啊未啊？冇看到。啊，浪費咗。有新人來了。有新嘅人來啊！嘿。較先啊，啲 Skype 佫未看到我係。from day one 將 Skype 就 start 先起咯嗬。document camera。無鳥。冇啦，唔是 Skype 嘅問題，伊是，我當然用隻個人嘅 camera 咧數，係 Siri 咁幾部，咱到底 YouTube 咱看到啫。
都愛開 YouTube。但係因為我刷我換隻 camera 先呀，我係 camera 嗰度換。我係每個人啊，係你異鄉啊。啊。係估係你攞嚟，係估攞嚟，係你gangster 嘅 group 啊，係新㗎異鄉。Affect 條人是點咩？係你是異鄉啊？異鄉啊！係山，我就是聽到啊，個粒嚟咩？而家係山，我聽到是啲本地咧。是跟格鬥片片是完全冇關係。頭先係背脊，又係咩嘅？呢個係山，唔係啲納入嘅咩？就是我睇片嘅，我就是見到係山是我睇片嘅咩？你公司個粒嘅。異鄉咧 confirm 是中國福建過來做豆沙餅嘅，有冇我手會，一定係地方嘅。是叫岑成行嘅啫。而家試下啲岑成行咧。誒，岑成行呢度類啊嚇。第二咧咪是岑成行咧，下股一掉落俾掉落嘅咧是岑成過嚟，無能夾關係嘢啦咯。經過英國嗰班大鋪地嘛，依大地就掉落。但係嗰個阿布斯基咧就是岑成行咯咋，我係搬出嚟。對岑成行就。而家岑成行誒，就你講啊，但所以就係講多時你岑成啫。啷快掉下隻岑成。怪掉。岑成行。特別我唔知寫後點嘢字。問隻，呢個掉咗，呢個講咗掉咗。佢哋岑成行咧，有影時間異鄉嘅海灘有關係咯。有影時間會當有關係咯。所以叫做岑成行嗰度，呢就沙嚟當牌。沙嚟聽，香港沙嚟聽就沙嚟當牌。所以岑成叫沙嚟聽。我大哥有時心中係我同你講。嗱，講啊。哦，你被博妖啊？冇，夾我要冇關係，但係你做岑成羅咧，是有影時間，係你異鄉嘅海灘有關係。哦。佢當我俾講會，當俾講，誒，講嚟岑成。你講一條。當俾講。講嚟岑成。我哋當俾講是你是福建人，是江湖人，你人佢知。對。誒，什麼話？海灘是江湖，海灘已經唔江湖啦，海灘已經是客人啦。嗱，即當俾講行啊。冇當俾講冇誒係咩？冇啦，喺半頭江即係另外一邊係嘅。哦。啲江湖啊，叫你我講知，我講知就。誒，但係你講你岑成這字，岑成是啷等字嚟啦？一沙嚟當。冇沙，冇生活嘅，叫我哋生活嘅，一個咧可是陰當金之類條路咧。嘢個數咧是講沙嚟當牌嘛，所以但係沙嚟當係馬係咯，用沙嚟能夠打兩條 super 打嚟馬沙嚟，都話沙嚟咁啊，咯，แล้ว岑成我哋個字消化嘅，你成咧我字係黔照。嚇，講句，就是沙獎係黔照。哦，沙聲。咁古巴啊、杜巴加咩基巴啊，我唔知咩巴啦。沙獎係黔照，因拜眼光用嘅沙獎係黔照，所以叫岑成。咁極睇嚟嘅。那藝術是不是想講gangster 藝術啊？係啊。有裝我 echo 啊，裝 echo 冚你聲啊，是請 speaker， 啊咩請 speaker 不係請 headphones。earphone。抽住冷氣。抽完冷氣，呢部 headphone 時候就嘅落落 speaker 搭到而家潮領北掉嚟，北掉。誒，咧好機會啦，咱做直接講數回檔嘅啦，好聊咯。我話用正式嘅字講數量嗬，有好多參學校會啊。係咯，嗬，岑成啊。一個冇時候一個半幾咯。特別你特別嚟啊，你特別嚟教人講啊。我唔知，我未曉，我是蘇門人誒。我是就係講人無愛去下你位咧，你爬條路啊，接條路啊，係驚㗎你。
然後啊，不是啲咧，我是有三成行，so it's like 伊人個了無愛去嘅多兜嘅啦。我 actually 你講阿布斯迪咧呐，個了啊，真正清氣真。冇冇白，歡迎。Hello。誒冇白，喂。我甲你講，我昨昏開伊個單你咗，我困車我做吧，我就是敗落嘅。我就係了，我就無人嘅。好了。真啦哦，早啲開起來單。哎呦，你未對咯嘛嚇？我對啊，對啊。哦，對啊。你誒，我個嚟個講落名個。Actually，講明看畫係咪嚇？我就看畫冊啊。哦，對，我講你幾條路真濟咧，阿杜阿搞嘅啊，阿姑三條路，原來起大咯，就見變咗學得咧嘛。哈。名咩起大啊？聯邦。三條路起大條，古早咪 B 多定 B 多。B 多。伊阿摩叫做 Wembley 嘛。嚇？哦，你出曼會嚟嘅哦。出曼會又會嘅。啊，對。冇，自條路。พี่ตายต่อจีเกียวรอที่เล็กตัวสิงโตพี่ตายแล้วลีพี่ต่อสิงโตเดียวตัวละเอาจู่ๆ咧，自己三星，อัน真係夠厲害，จู่ๆ咧。啊ไม่ซัมซิงว่าสิลิงร้องจากทุกบุกไป來了。ลิงร้อง歡迎。我係ลิงร้อง。哇，是咧計是古人哦。你知咩事哦？等陣你知咩事？安尼幾咩咧？一人哦。人個特別 social distancing 啊，驚你昂無病到19號啊，後間留到厝啊，變做嚟睇就你就鬧昂無出去啊嘛，睇你病嘛，昂無病住啦。OK 啦，就大禮拜六落音。落家去自控殺控。哎呦，看年大咯，世界無人哦，你看。啊，就 YouTube 咩？เป็นฮักเก็ต .com subscribe จุดเดียว啊咩叫จุดเดียว你講最เดียว嘛，啱啱เดียว case 佢好啦，如果你講落翻2窮3窮啊，大禮拜冇得出事，咪慘。我落家嗬，上擺2窮3窮半交辦個，免個再落了。當初這條路是得落有這條路。大家看袂到，啊落係起咗無？我即係話 Campbell 呀，先機。誒無啊，唔知啊。又俾隻豆啊，又俾隻豆啊喎。上個古華達誒，Little India 依邊是唔是？係得 Little India 或 Campbell？啊，即係個有係款年即係咩？你冇嘢。即係炭咧。你知 Campbell 呀，先機啊？我唔知喎，我不要讀一陣文字。唔表達啊！我咪表達，冇嘢咯。I mean，我聽過。I mean，我唔知，我看就係因為我講唔出呢是得，我唔知要笑啦。我只係暑假學喺邊靚嘅你笑嘅。Hello，嗰時候我電腦係做人嘅阿公阿媽嘅時代。特別我話姐姐，我媽講緊落㗎了，人講好壞喎，講話啲鋪地話成件頭成嗰，佢就顧緊講話。呀，定話是講好人咯。嚟等我看下面，那時候你記得就落咧，男仔。而家係講好人講壞咩？冇人講咩話。你講咩話？點解男唔講話講咩話？你講好人講調轉話。學嘅話咩？講啦，會曉講學嘅話。落嚟是講家己嘅話誒，變兩時落嚟講家己嘅話誒。講劇話嘅咧，你叫咩鋪羅？講劇話嗰度啲鋪羅誒。係啦，講學嘅話咧是自己嘅本戶嘅，講廣府話咧是鋪地，話前記但係咧是講廣府人嘅。係啦，講海南話咧是啲跟中半啊。係啦，講潮州話咧是啲大學卡。咁咧有講嘅，特別係 common language 咧是學嘅話。啲條嘛講鞋街啦、橫街啦，種可能嘢冇講學嘅話，亦冇講
啊，伊無講啊，福建話講嘅。阿德林就是講湖南。啊，我隨下你講好話誒羅名，佢好都知得滯咯。阿德林名就主要嚟。啊，這是係咩啊？阿德林是人嘅。嘅。Jalan Atin. Sorry. Ya, Hatten. Ya, Hatten. 係啦，呢邊嘅講湖南咧叫做夜蘭阿新嘅。我哋快講你係下面啊，喺間當時講過咩啊？Putu Mayong 啊，Putu Mayong 係馬講係另外一個湖南嘅嘛。啊，對。名咩咯？喂。誒，住兩個 echo 㗎？請攞 speaker please。我係巴嘅人是江湖人，我係馬嘅人是福建人啦。我係巴嘅人誒，伊人大是Julia那邊古根東，伊人 party 嘅。哦，都唱迄款戲啊？古根東嚇，係咪都去唱？誒，頂到係人講七條路，喏即七條路叫做龜江啊第七條路，龜江啊第七條路。龜江啊！今仔日個叫七條路。哦。頂到係。以前係龜江啊，有啊有，有阿妹龜江。你講龜江咯，龜江啊。龜江嚟，你叫啊，係你江啊，係你 bridge 啊，係落住落檔嘅事啊，你看到你算係邊啦係咯，係佢算係江啊，哦啊，真呀哦，嘢水，真呀潮，真呀潮，真呀哦，伊水啊，你看落去啊，你看唔到一地，你是看到對個嘅，真呀哦，啊，你當天就怪清氣啊，啲人做啊，哦，但係我只係食咖喱。咁啱臨曬講嘅時候，講係咩？誒鞋街啊，上面呢個叫做衣商街，唔是街。衣商街是到咗啊？夜卡係啊 Beach Street。夜卡啦，夜卡。啊對，不，嗱，被乜鬼聊燈啊你？特別關係啊，關係。啊，關係 Carnival Street 啊。誒是叫吉靈亞嘅吉靈街。啊，有吉靈街啦。吉靈亞街嚇。聽過。吉靈亞街。那部Lower Julia 是叫吉靈亞街。醫生街是叫做羅，我比較讀喎，即叫咩啊？羅咩？羅哦，就是fish 燒迄個零條。我俾除一條，啊你就講你講湖南區嗰邊，看你會記係咪？但係你講咩係街市得一條？記啊！我在弟弟講你喺呢邊有做過工嘅。แล้วก็新嗰個咩啊？新路嗰時新街場嗰時。新街啊？你是講新街嚇？新街咪新橋，新街啊！啊，你有冇試過江湖人啊？你知我人誒合嗰時咪大，嗰時咪大世界嗰時咪是唔是有一個世界？大世界是咁大。大世界是新世界。大世界是咁大，新世界。哦，大世界是我新街，大世界是新街一條鏈嚟嘅，一條鏈裏面是地鐵牌嘅。大世界。我聽過講新世界，我咁大。應該黑咁大，咪是咁大咋？黑伊人弄到嘅了，個嚟起咁大咋？咁。唔知，大世界喺度都係故事嘅。啊，新世界，大世界本身佢講嘅。是唔是咧？邊 Rockwall 嗰邊嘅龍？嚇？是唔是 Rockwall 嚟嘅？
nói sao lại là hiểu rồi係咪笑啦？你那有頭嘅 disco 啦，有頭嘅 disco。我是咩？我咧。啲閃機，啲閃機。哦，我快知啊。我甲人寫就咪就喺冰線機邊嘛，有一個是叫咩日本懷機啊。對。日本講嘅日本玩家。我唔知有咪攞。because 我嗰時我嘛叫我去日本懷機嘅，唔知買咩物件咋？啊咩，我個教我按繞全部迄個攞迄個店，你個嘛搭 block 我人個直直繞上，我人拍槍上面，你個 block 我人哦，你我人個唔知咩路名，你什麼伊嘛搭？哎，有到啊，itu jalan啊，日本懷機啊，伊嘛搭可能來再講你嚇？我就話你，我人本日本懷機伊嘛搭什麼啫？啊，你 jalan 搭到乜啦？又想要小人。哎呀，我唔知咩路啊嘛，講啊，你去日本係幾靚，咪點啊咪點，我個吹冇。日本係幾時得咗啦？哦，Sintra。哦。日本華機。華機唔係懷機咩？懷咩？我人講懷喎，華機。即係懷機就是斜你大個腦叫懷。大個呢嘛，一掛 across 正幾條路，一掛 across Kimberley Street， 掛 across 即 Campbell Street 嘅，你一 end 啲即係Julia Street 好簡單啦。喂，嘅講華喎。華嘅，唔係，我係嘅講冇關係，然之後冇關係。你鬼？是成日都講華嘅呢？你來福建，我來福建唔想啊，怪。冇啦，是咱是你出來人講唔對啊，咱講人對啊。我唔知啊，你我講阮啊。環境特別係你成日看你寫時，你看你字寫時 spell 伊個字嗬，伊有咧音啊，樣無寫夠啊，所以你被 re-express 你被讀到對伊聲咋？無啦，我嚟講話講你咩？無啊，唔知我有嘅朋友甲我講上嘅款嘅，特別我感覺你人講嘅無法咪上甲我人講嘅。我看我家啦是看你倒一個位來嘅，你人嘅，you know，左啊，倒一邊來嘅。日本啊，我咪上嘅啊，我感覺有嘅人講有無上咯，我感。有這啦，跳啊，環機 is 環是樣 diagonal is 話。但係環是 diagonal，唔是 horizontal 咩？環啊橫，環是橫嗎？橫是 diagonal。斜是 horizontal 啊。我碌環嘛，碌看拍啲個拍環嘛。拍環係對。嗯。你那都拍環，你是打橫嘛？你是18倍10個嘛？環機哦。環機，所以伊是。diagonal 唔是。嚇。有華機是15度咯。華機是咧伊老壞。哦，成日之間阿毛毛股企嘅大人，佢幾條落花嘅咧。佢講數，考驗嘅嚟。等我看個，安怎咱寫，要緊係寫，我是未講，但係我是未講嘅時候，你那是寫，如果寫環機，你未曉寫伊個鼻腔聲來講，你嘛是艱苦寫出來。你成日講邊啊，就寫邊啊，就 spell。BNEAH。邊啊？E N 你一邊咧？邊咧？我教了就是 BIA 呢鎖standard。你就是冇 standard，你唔是 standard。BIA 是 BIAH， 唔知啊。我係 NEAH 喎，邊啊？邊啊？是 OK， 那這邊是咱們有 standard，就是咱本來學嘅，呢禮拜落到音呢，佢那看到而你冇上嘅寫法咧。我咪講，當你本來有一間達波，伊 volunteer 被教講，即係咩啊？安怎寫福建話？冇白白嘢啦。哦，點樣？特別。OK， 好，特別是伊個，那是伊個 system，伊個
我唔知伊個 system 是安怎來啦。伊是這個叫做我冇去，伊等於伊有做知道了嘛？我等伊係那個。我冇知。叫啥物事？伊讀咧，伊會曉來講福話，伊曉福建話，伊曉我唔知你話咧，有一叫伊會曉個了誒。特別你冇即係後點都佢聽到，後點唔聽到。後點冇個偷 headphone 呀？阿龍，佢偷 headphone。做咩事？阿龍。聽冇咧？你兩仔四波叫，四波叫，你叫嘢搣掉咧，嘢少。羅比哥。羅比哥。就你 kerabat kalau Robi God itu Singapura. No, Robi God si Singapura. Because Singapore masih Tapi masih di Singapura. Bo, ada si Sepok kiểu. Là mười à Long. Có à? Quý. Alo. Ano po lang ah? Long. Mui. Thế lúc mute掉呀？冇啊。佢啊。冇，我咪都講啦 about 係咩一間？點解一間講會 standardize 嘅學緊話特別一樣嘅淡薄。然後，所以我會講嘅是啦，做咩事？你知我聽到 music 嘅？冇啊。豆哥。我 iPhone 你 play 到 music 喎，對。豆哥。冇啊，豆哥都 mute。One on 咯，那邊掉出嚟 music 咧係。他咪叫我叫你就掉咯。One on 咯。我都寫落嚟。One 要落啊。แล้ว我會阿龍講 ，because 這人有心要做嘅款 ，because 這樣在講主要，人就會需要 standardize，แล้ว有人就會吹較硬嘅辦法，特別有當時硬嘅辦法唔得到，個冇得到講是教嘅嚟可能講 ，so 你有嘅經驗特別驚，就是講有要被你特別有即個經驗加。knowledge 嘅 linguistic knowledge 你該 make sure 到特行寫起來，然後是寫 standard 特行你 express，你別成日講有當時你 spell 上有當時講有當時講佢哋咧音有當時個冇教啊，所以阿龍你使 express 淡薄。我意思是講嗬，咱人學嘅本身咧，對人話就成日款，你都上一個音咧，無上意思，這個是較正常嘅。但是講你邊硬上無上嘅音，無上意思。像一個音，你用無上嘅寫法去寫嘅咧，安尼款，家己當卡嘅人家己不會亂嗰種，因為一對人嚟講是種拉雜關係嘅話嚟嘛。你去樣樣做個可以變學習嘅嗬，對人嚟講是無好處嘅啫。就係講你有一個最簡單嘅物件嚟講就好啦，你係寫一個講嚇安尼講嚇，我做一個字多啊。冇ตัวexample 啦แล้วพอ example 啦ว่าตัวนี้ที่เป็นแล้วถูกนะ唔知是你 headphones 是 battery 不了嚇阿龍，你 Bluetooth 嘅 headphones battery 不了。冇啊，我你聽我聽到揾你做乜？你聽到你亂隻聽我聽到揾你做？南西話㗎，我 mute 一下。OK， 講。啊，咁你 mute 嘢咧？你會 mute 爛咧？我係 mute 我咪，我係 mute 到咪。哦，你食幾 shut up 你咧 ？OK， 就係講我講嘅你大啦，我大你知未？我厝只大鏡，一攞你就上音啊嘛，你聽起來就上音啊。都硬硬一個俾寫 TUA， 硬硬一個俾寫 TWA， 你半隻定錯，特別人用嘅人，你對你就講 TUA 是係咩意思 ？TWA 係咩意思咧？是唔是？咱人關係用喺度話，人咱從來唔係去寫嘅嘛。你硬硬將一個上音，無上意思物件，聽到攞嚟寫法，其實對咱嚟講是無好處嘅嘅事。你變咗是學習喺裏面嘅其實。所以我變咗我見喺啲 association
愛做嘅咧就是將這個音來用上這個聲話就對了。福建話本身就是將這個音無像意思，即係實冇關係嘅嘛。越南話本身人哋款，韓國話本身人哋款，你從來冇問題。但是講像這個音咧，讓人 confuse 啊，係一件奇怪嘅事啦。因為一攞嚟意思就無像嘛，你無可能你將這個所在用喺你攞嚟物件，你真少會拄到一個情形是，你講話點聲，咱人講福建話就將這個音嘅物件，你是講大啲一邊嘅大，但是你是講厝仔大間嘅大，你看你講下面，你講嘅話裏邊嘅內容，你就知講伊講嘅係咩物件啦嘛。context 我講到了聲咧，要緊嘅聲聲是無法度，聲是咱就咪叫學講1、2、3、4、5、6、7、8，咱就叫標咯。但是講咱另外一個朋友，伊去推測嘅迄種嘅另外寫法啦，幫後邊條尾啊。老實講，係你幫後邊條尾啦，你規篇嘅文章寫落來嘅點聲，你就只參考後邊入嚟講股票啊，譬如講，你覺得後邊差唔多白嘅事，你看人頭先都唔知。你唔知得罪後邊是。唔知出嚟後邊是錄音，唔知到時後邊是正錄愛。特別伊個成個是有死嘅聲嚟喎。伊有個咧，1、2、3、4，有得顧住你，1、2、3、4，有得顧住你33。哦。1、2、3、就是要個咧，但是個咧唔叫佢無準嘅。誒，佢咱福建話裏邊，其實變成福建話一起到比較嚟嘅。啊。咱講，你睇有人講正嘛，講嗬，做物件就咩？噶你無去學堂咩？係你咩？噶做物件就咩？是無像音嚟。啊對。是無像音嚟，一個是咩？一個是咩？關人無嘅，較關嘅。我愛教我翁啊，你聽無咯？你聽個咧聲。你翁係咪人啊？你翁係咪人？阿毛。阿毛啦。我講係。我講，這個是，咱人關係，咱人家聽得出嚟。就像我家己啲，我同是有 check 嘅話 ，check 嘅話咧，有一個音咧，可是唔是 check 嘅人啦，未曉講 check 嘅話，人我是聽唔出來嘅咯。我同應該聽得出來嘅，一時都睇到，一時咧是你字往正面關，跟一個是往下底關，特別咱未曉嘅人聽起來是完全像嘅咯。你講話。一個是 yeah， 一個是 yeah。啊，我未聽出。哦，聽未聽咗嚇對。我當時我唔知咯，所以我有一陣我做 Airbnb 嘛，我厝我別咧就叫做 Airbnb，係啦，按好一來就是對，根本是 Jack the Plot 嚟嘅啫。一來咧嗬，我就每樣按咗讀咯，係咯，我讀向聽啦，樣聽係出咯，我就直接亂咯，我一個我讀幾難到啦，樣咁咧。聽下出個了咯，伊講我知你講係這個音咧，因為因為係一關係啊咯，一啲係聽我講係個音咧，特別都未曉人講聽 je 加 je 是上音嘅嘛？其實係啦，我當然聽出啦。誒，成個好啦，聽出啦，一個拖一個冇拖音啦。一個是一字是 roll upward，roll downward。roll upward 是啊，roll upward 是啊，上加加上加咧 French 嘅。嚇，一個 je。誒，特別福建話冇是安尼咋？你講成牛啊，牛、白、龜、表。哈哈。你講牛、白、龜、表，我只話喎。哦，對。你講一句啊，是無聲音。你講牛、白、龜、表是。你是唔是捌看見即個話後店阿龍嘅Petaling Street 嘅Petaling Street 啊？阿龍你叫你我看幾難十刀。你係啊！你度冇做咩事叫做後店？啊，叫佢啊！佢嚟叫你隻硬啊！都是依賴啦，都是依賴。你看緊你直擺啊！你得。屌，都是阿龍。我鬧你。但我真係好笑，但有人 explain 㗎，真係。耶，阿龍好了，阿龍，我幾關你嘅都係你。煮粥間。嚇，啲個人嚟嘅，啊，粥鴨粥。誒，好了，你得好了。誒，會啊。你咪這是記香，咁咪香我句記係講嘅，但我平時都係在學嘅話嚟聽咧啊。記香嘅益香，呢個字嘅嘛，你唔北個第一個字嘅嘛哦。我唔知喎。你包括第一就是啲牛奶呢頭整咯。牛奶係咩咧？牛奶係咩話？啊，牛奶學嘅話叫咩啊？牛奶學嘅話叫做牛奶。誒，未必牛奶。
我唔知，阿左都冇聽到我講嘅嘢，我睇嘅是冇講嘅啫。New Link 你學嘅話叫做 New Link。New Link。而家我是講錯咗，一隻就是有。抓領嘅領啊！你寫領啊，抓領嘅領係咧 New York 嘅 New 輪。要而家係咧我哋寫就 New Link。要而家是 New Link 我哋寫。成個拉寫邊領嘅咧？好似你啦，邊領好似你係咪領嘅？你叫做我部啲就落佢係咪領嘅？所你所 Love Lane 啊？索道咧？唔是索道咧，佢另外一個我上個就伊羅米亞咧，本嚟只係領嘅嘢。哦。領，呢叫咩領啊？攞啦，我就唔制啦。啊，中咯。又唔肯。Macalister Lane 是唔是？Padras Lane。Macalister Lane。Pera Lane，冇 Pera Lane 是 Pera Lane 哦。有 Pera Lane 咩？有 Pera Lane。Pera Lane 是Pera Lane 去邊嘅嘢？係去看。呢個 Pera Lane。當陣就換啱我就落嚟嘅就 Oldham 嘅。啊，在 Oldham， 在。Oldham 啊。Oldham 老嘅。啊。老喊咯。應該是 Ham something 嘅啦，我解下。Oldham Road。啊，冇對。Oldham 呀，即係 Oldham。即係立到邊人睇 Oldham 嘅。但係嗰時阿莫英國嘅所在應該是。英國所在 Oldham 咯。Oldham。เป็นตัวหลังปุ่นเตะเป็นโอแฮมมั้งโอแฮมมั้งเราอัน叫流喊流喊零係咪叫我不看過就係咪零我點解係咪一話古講字嘅係咪零啊一話古講字嘅你歷記啊啱嘅 Cannon Square 古講字係 Victoria 嘅古講字係是 Victoria 是Sasia，係啦，正公司啦，已經。冇，有 Victoria 有一個酷公司嗰邊，我就馬路嘅去嘅。哦。係你是用新同酷公司，因為就你是 corner 咧，要落機。Canon 你是用新同嚇，一是 Victoria 你是半新同酷公司。半新同酷公司是多 Victoria。當下，冇酷講師，半多經酷講師，就你聽得我把氣啊，我等住我貼上。你學到面嘅，我唔係聽過啲經嘅。是咯，我最近見到在，我把佢見在那酷講師有攞經。有攞經嘅。啊。他自己水。一水裏邊，一樣是個配嘅，嚟白。大水井，即個也唔捌看過啊！誒，有你路嚇，成個你 Pitt Street 啊，只等啊。哦，原來是南西，南西都冇請客款啊！我諗講話是，我講話是聽到你 speaker 聲。嚇？蘇紅蓮，蘇紅啊！蘇杭咧是人嘅名嚟嘛，一是蘇杭鏈嘛，人嘅名嚟。特別醫學嘅話咧是蘇杭鏈是西邊本就領嘅意思啫。佢哋是領上嚟嘅。哦，蘇杭是四方咯，四方，係咯，領係輪，四方輪。阿Million Street 呢邊嘅，阿Million Street 呢邊嘅。對，阿Million Street 邊嘅。這係咩字啊？這蘇海湖左邊，嗰類。店，何椒店。何椒店啊！伊人客古仔何椒啊？何椒店是唔是俾Pepper Estate？哦，冇啦，Pepper Estate是何椒會。哦，何椒會。何椒店是呢個。這個就Sungai Ujong Road，Sungai Ujong Road。古仔這邊是劍湖店咯。我就上面看古仔係你咁打頭，這個你 Carnarvon Street 係點啊？古仔是大。lâm thần à, Hủ Đất Đại Thần đấy mà. Nó khỏi tiêu rồi. 掉咯，就所以叫做lâm thần啦。thần就是爽咩？爽。
伊 swap 伊是 pedicure 嚟，負責是。哦。嗱，這是你講劍湖頂。就劍湖頂。這是鹹魚情，是講話是情嚟。我冇錯是情嚟。當然你都條下橋，啊你。劍湖頂是唔是？我你係大東嘅嘅。當然你啦。嗱，即係那一路，那條路。同埋喇叭。就一時頂到是個處別哈，你留，咱留路名。我就知搞。啊。有我講 zoom out。冇，依度冇阿冇，依 surrounding 嘅 road 先冇。Julia Street Beach。依度冇係咩啊？就 Beach Street Julia Street Penang Road 正係㗎。伊是頂到有你留名嚇。伊路只長咧，當今嘅名啦，伊路只長，特別頂到嘅是直一隻咧啊。是咯是咯。上中路，咱中路攏個知㗎嘛，中路。是啊，你劍湖嘅啊。一拍劍湖。上有種啊，上有種是何朝頂。一拍劍湖，拍劍湖。所以有種 road 是何？所以就叫劍湖頂，我是聽朋友講嘅啦。伊厝個好像拍劍湖嘅咯。所以佢叫劍湖頂。劍湖頂是 Brangin Lane。所以有種是何朝頂，拍何朝。何朝 ，OK。嗰個佢哋 Times Square 對面嘅就是叫金馬會啊。啊，金馬會。金馬會。金馬會是叫做 Gramat。啊，對。金馬。Upper。南西，你穿 headphone 啊，南西。我白鷺是啥意思？我唔知，我聽歌入邊歌。你講嘅是歌啊？我聽到我人講嘅話，咁就對你係明嚟，對對。哦 ，OK， 好，我 mute 掉先。我 headphone， 我搞我驚拖。好。特別我哋都冇，特別我哋都冇 headphone 哦，都冇。我有聽到 headphone 嗎？我都係 headphone，OK。有當時有當時別特別，嗱，我睇看到咪不就Datuk Keramat是咁啊？有，我是金店啊，是金店。後面是金店意思。伊古早就是四棟樓呢，真便宜正。四嚟冚，伊四棟樓呢，我係記是肯定記住啦。冇，look，點解你講冇先至？對，冇，正正嘛是講話有 online 去 discuss 咗到係你睇 team 嘅係你 Facebook page 啊，然後有人問嘛講四坎店是，當佢有往個老人，你話講四坎店嗰陣是 refer to GH 嘛？係咩？我唔是咯，嘅古仔就是我唔是哦。四坎店迄條路咧，伊是食咱阿姨打嘛，伊有一棟樓公館咧，樓下有咖啡店嘅，攏自在嘅，有咖啡店，喺咧邊有味多多嘅。我知下。你知下，迄間咖啡店咧，嗬，伊是我三角 A 對面，迄一間我大路，迄個報數迄對面有一間咖啡店嘅，真得慣樓嘅，伊是規排內邊第慣樓咧，規排嗰是兩層樓呢，特別伊棟樓是四層樓嘅。迄個間咖啡店咧，古早是我打開嘅，所以我會知，所以往。你講四坎店咧，我是想到迄棟樓呢。做咩事叫四坎店咧？意思講啥物？如果是三字樓嘅時，唔是，伊就是有四個 block 啊。哦，如果等到有人啊，你話到學做做緊嘅時啊，有人講咯，喺上去四坎店啦，嗰個每四坎店就等落嚟。經唔是嘅，迄個上去四坎店就上去卡古經。是咩？唔是上去咯。我知道我 confirm 嘅，我媽佢哋講嘅上幾時間四坎店嘅卡古經對。我四坎店唔是大隻 transfer 路嘅咩？transfer 路嘅咩 ？transfer 你看 YouTube 嘅。transfer 路是我部地嗰度 transfer 路是真係我。你唔是講四坎店咩？我唔是，四坎店是我4點嘅。等陣，我未看，即係講咩？你講咩？
我讲你的 video 吼，你去的你拍的 video 吼，和你头的 group 吼冚起來樣。你頭 YouTube 會看袂到你翕的物件，個了大。不，我袂互人看是我夠定。這個我這個是要互人看，這是 YouTube 嘅。那是我放就是 Skype 個了，就是我自己啲看掉呢。跟那 Skype 啦。Because 你係 Skype 嘅嗬，你頭。我是要互你 Skype 嘅人看掉呢。OK。我唔是要互 YouTube 嘅人看。Because 人看是看喺字呢嘛，所以我冇互人看。OK，continue 講。OK，so 個人講嚟講上去你試勘點是上去較勁哦。我覺得我哋那個學士都做工嘅事啦，但係人講哎呀未橋啦，要上去試勘點。特別試勘點你是講卡古經還是 hospital？人我嘅 impression 係講人講上去試勘點，係講上去 GH 咯。上去卡古經。你就是講人哋叫咧，上去攞個咩？你叫啊！人哋叫你上下頓咧呢，人哋叫你上下頓咧呢。是咁點嘅corner嘅位哦，唔使哦。經教啊，並黑掉來頭整。因為卡古經就是啲嘢係嘛。對啦，有時我看到正下當今我開互人看，我開互了人看。即你看我係邊個寫即試勘店了，即是試勘店哦。嚇。แล้ว伊個功夫話叫做四間店。特別你看到伊這是 Dr. Gramat 嘅馬達了 ，Dr. Gramat 馬達。依間都為數，有架起嘅是咁樣會。所以講試勘店咧是講起較古經嘅意思，馬達了。有。等你試勘店，等你做佢哋下古咯。就係香港啦，咪成日講佢送佢入赤柱。是伊酷啦，特別是馬達了嘅數。他們是幹嘛會？他們是幹嘛會 ？Sorry， 幹嘛？咁驚？哦，係你寫兩咁嚇。我阿家是安尼啦，俾我唔知。水咁啊？水咁啊？水咁啊？唔是咱幾年只係咁嘅，因為馬來西亞冇嚟咁嘅，咱是咁嚟。這是叫這是人嘅水咁啊？水咁啊？水咁嘅意思。特別係你中國，係你更加咁嘅咁咧，都冇嘅。咖喱曼斯。咖喱曼斯。Mandarin Orange 啦，馬來西亞是冇嘅。OK， 水咁啦，水咁冰嘅水咁啦。水咁冰嘅。OK。你所在，你當然顧水咁嘅咩？嗰時顧過咋？有咩 ？Times Square 你當先學等學會咯，松山小學學會咯。有啊。有上次顧佢另一台。你走去係咯，華家嘅條仔咧，面走嘅。我冇啊！我咁久我看到個節目叫我行咯。你成日咧，我一個酷公司，我咪唔知隻股啊，特別我去行路啊，看到個啦。你看行路咪看到誒，邊個路？有時咱華車小妹嘛？啊，那小妹你冇得就。冇得華車，你個看頭整，你冇看邊啊？啊，你冇看。但係我個位水接拍時間到頭邊。有啊，我坐我家行嘛。誒，真係爽，你慢慢行，你慢慢看隻節。阿龍，你看這是啥物啊？日啦阿邊，啊，這裡唔是這裡消化嘅，唔是這裡消化嘅，應該是亞珍啊，亞珍，係你珍貴嘅珍，亞蘭阿邊。係啦，伊唔是這裡日本嘅，伊是你阿美亞夜蘭亞珍。對。所以江湖人梗係叫做夜蘭阿珍嘛。呢名就叫做夜蘭阿珍。而且特別 cross check 哦 ，cross check กับอะไร language 咧佢嘢，寫特別寫係字寫。有陣時本人我講咗，因為喺呢年代啊，你係寫落按照無人管你。日本咯，因為你是江湖話寫，有可能係你是江湖話，有可能係你江湖話寫法，即係福建話寫法咧。有可能換咯，你未講未準嘛？特別你不要緊啊，即是講特別咱儲備要在意 history 啦，歷史啊。
我邊咧有搞官嚟所在名啊，就想馬大經啲大經嘅。你大經馬大經啊？就啦沙對面啊。唔係，但係阿妹嘅起真正啊，係你頭一經嘅馬大經，你啦馬大經是真線嘅。哦，頭一經，哦，邊個 road 嚟啊？有啊。開下。叫咩？開下咯。開下咯，邊個 road？啊，即係佢真係開下咯嚟條。誒，自己都唔知叫咩咩？對住我嚟嘅。我就我上邊求一 clue 啫。有流浪講咩啊？大例字有幾大例字？哈哈。係你大例字就係咩？大例字。叮當叮。啊，係咪經嘅嚇？有，我唔知係咪經？唔知。撈係咪撈？係咪撈？要係咪撈？絲絨撈。exactly 絲絨對。紅樓。絲絨撈。呢邊學馬大咩？我接絲撚都係記。係咪數講？你哋知過呀？我答我aku form 3 form 5 form 3 form 4答我都拜啊。แล้วไอ้ที่ว่าตาเสี่ยวแม่อยู่แล้วคือหลงหลังแล้วนี่หลังที่ report police แล้วว่า頭一刀ไอ้คือมาตากินว่าเกียว่ามาชัวร์แล้วจะได้มาตาจะปุยจีแล้วไม่แข็งขึ้น来ที่ปีแข็งขึ้นตัวติ้งเสี่ยวเอเอาบ่มีสักเก้าอี้啦แล้วไม่จีเสี่ยวกูเลย心情無อีกคนว่าก็嚟追數我講啊你看 report 先啊你講你กูลังอาจารย์你不要講我唔你話每個你不要睇，你病嘅打斷定喎。你嗱真馬來西亞嘅節目加時嘅人嘅嗬。我大全部加時嘅時候。特別係咱咪就驚馬大嘛，馬大砸落就驚啦，短啦一大堆啦，即啦一大堆嘅。多啊，多嘢啦。就是咱人成派嘅咯，對咯，是咱成派嘅咯。所以都叫我馬打砸落，我可以夾馬打大聲聲啦，冇差別啊。阿龍，你捌聽過邊西路？哦，邊西路我有聽過，但係我唔知對。係唔是喺邊邊嘅位？在咩名？係咩名？講你講，我唔知咩名啦，就是我咪我冇咁馬打講，要咁馬打半開機啊。我在邊西路度路一，邊西路是啲192樓對面。192嚟對面咪是我你咪192空啦，嗰2啦，192空啦，嗰2啦。92啦，你學到啦。你係啦，CRC 啊邊啊？啦，你學到啦，你學到對面。92啦，得啦。Bermerut CRC 邊嘅咯。係咩？應該唔知啦。呢落咩是 N 嘅頭嘅呢成 N 即係 N 嘅頭 N 或 N 嘅嗰頭邊。Bermerut 邊咪嚇？Moon Tree 咗。唔是啦，Moon Tree 在落去，邊在落去 Moon Tree Street 咩？邊在落？我就講 Moon Tree Street 唔是叫林華喜街啊？我打條 Moon Tree 林華喜街掉。冇邊西路唔是嗰條，但係佢後尾邊邊嘅位咩？我看到佢裏面我其實係我除嘅。嗱，你看下正喎，我 M 咪落。我聽我哋家細。Muda Lane, McNair, Moon Tree, Nordin, Northam. Ha? Madras. Eden. Madras. Qua quán chị. Madras 有回嘅，嗰時合邊名。Madras 啊？唔是。我看到路面我哋就記嘅。要加嘅Madras。要加咯。係咪是要加？你平時都有時加日語咯，if I'm not mistaken 啦。哦，日語啦。迄邊有一間裏面，你當佢去有一間裏面 Cobra 嘛嚇，就是 because of 迄個位是聽到啲加日語嘅。哦，問啱冇阿冇是電你落邊啊？未啊？啊，我睇啦，潮泰 road sorry VM 嚟是潮泰 road。哦，還沒炒胎啊！一炒咗，一邊曬時間就炒啦。邊曬落咗。邊曬落，所以變咗炒曬落，炒曬肉啊。最尾就叫邊曬落。咁邊曬落到個頂。炒胎人嘅名嚟。炒胎人嘅名嚟喎。炒胎。我變咗。炒胎人嘅名嚟，應該嚟叫炒胎。叫做低嘛。係立冷冇講笨西講笨大嘛。
啦話咁啦 S 讀做 D 就對咧 ，S 讀 T 就對。伊樣會 D 個 D 咁播啊？你講慢慢講，我是好自卑。你話我咪是係咪玩？你看你話我是，你啦，你話我是係。而家講係林偉。誒，咱只咪做到咪實際係林偉個 podcast 啊？係，我係林偉冇事，伊個好。比真好笑。我咪是你叫我是劇人，我就不要講劇話。I mean 我係曉聽啦，特別我冇咩有講，所以你叫我做劇話podcast 咁嘅事，我未講。你我講未出。你唔是善靈人咩？我唔是善靈人，唔是。我是劇人，我劇。你是劇人嚟啊？吊照劇，我係劇啊，我係爸是劇人，我媽是吊照。我都是劇人啊，係咪劇？夾攝嘢又夾攝啊？劇人有半功夫劇加吊照劇嘅。嚇，吊照劇。我驚劇。Because 劇人只是 nomad 嚟嘛。我哋做講到咯。伊 nomad 嚟嘛，劇人只是幾期嘅，你期嘅功夫嘅褲啊，加期嘅吊即係吊照嘅褲，然後變做吊照劇，不過劇人啊，我會成日 guess 呢，自己本身會。哦，意思是嘢嚟關你啊？嚇是。我係講係自己講乎咧講，啲應該因就是去人嘅所在，去劇啲人嘅所在會嘅。做劇。Yeah， 做劇。因為叫劇人，功夫劇人、福建劇人嘅劇話按作本。無福建劇嘅啦，跟住吊照劇嘅功夫劇。有咩？有用丁咪就福建劇咯。你講古老咪福建劇咯。你劇話按怎講咧？唔知有人講。劇話冇上啊！你咩？你啲劇話是，你啲劇話是功夫劇嚟，級四是功夫劇嚟。特別。OK， 你看我未曉我拜上面，特別人叫隻半下，伊是叫食盤咧，伊夾不啦，我唔知伊是咁咩鋪機，唔係鋪機啦，飯咩？唔知鋪乜咩？唔是食飯，食飯是咩？唔是食飯咯，唔是食飯，唔是食飯咧，我就係食飯咧，是食盤，食盤。食盤啊！食盤，唔知啊，未見。喂，媽講食盤，但是伊人係蝦米？奇怪啦，伊盤咧，咪佢都食盤。好怪啊！我先時候食盤咧，就變盤蛋。講就劇冷啦，咁樣。食盤啊喎！喂，媽講食盤，特別係叫做咩鋪家劇。你講冇上劇上面鋪家嘅劇。唔是喺羅漢嘛？嗬，當時喺羅漢。唔是喺羅漢。喺羅漢。喺羅漢劇啦，喺羅漢唔是叫劇咯。吊照，但我實 anyway，我未曉講劇話。講個吊照啊，你人就係講刷頭你係咩意思喎？刷頭呢個刷頭嘅羅咯。刷頭是一個有嘢啦，吊照刷頭啊，是啊，吊照有啊，我唔知咋，我感覺真奇怪，刷頭意思係咩意思？哦，唔知，但係問題是刷頭機加刷頭鏈接運全部上多晒嚟。喂，刷頭機是蝦米路啊？冇咩 ？Kimberly。對，刷頭機是 Kimberly。我講嚟想去。嗱，福建話頂頭叫福建話叫吊照機。哦，嗱我叫刷頭機啦。你刷頭啦，我看啫，係嘛？好啦，我上期我馬步講過汕頭街啱澳門汕頭。特別係，後尾數吊照啲功夫嗰邊啊，特別伊個話安尼上福建話呢。冇啦，意思就是啲嗰邊，意思啲福建嘅所在嚟，係啦，都係啦，咧 politically 樣 administratively 掛啲學嘅。哦。冇關係啊。所以我即係話講，呢就是啲福建嘅功夫嘅喺你所在嚟。嗱，攞啲聲佢哋。OK。有特別 administratively 咧，有時掛起學廣東人咧。頭是這頭啊。哦。係我哋。
山頭，係啦，山頭刷頭，唔是喺你山啊，唔是喺你山咩？三點水，三點水。三點水，即係山咧啊，山頭，山頭，嗰叫米刷雞喎。有，你就是說應該講加隻米刷嘅。啊，條豬腩加隻米刷。有，我有幾個刷，我中國有3、4個真係好隻 close 嘅朋友嘅，一個就是刷頭人嚟嘅。哦。然後我去回歸那頭啦，刷頭食面，我講邊兩個人啦，乾了啦，你去刷頭食物件咧，你覺得係真真，你係真真歡喜嘅，一個意味上覺得強嘅。哦。有，伊就是咱人平常迄種嘅嗰啲粿條湯，迄個味道嚟嘅。哦，我問你，即個阿龍你看即個嚇，嗱一個功夫話叫做你嘛唔知知哦，阿文南西叫做潮州妹，就咯，花頭雞變做潮州妹，有人叫做潮州妹。然後嗰隻米線雞，然後嗰隻咩？即係咩西地公司雞？西地公司雞啊！然後嗰咩？即係什麼表？即係咩？拍數啊！拍咩？拍數啊！拍數用做數嘅位。見到大利啊！拍數啊嘅，拍數啊嘅。行，對，拍數啊行。誒，嗱，你看這個你哈，誒特別嗱，你成日看你要拍下，我教你隻字，要見到要學嘅，那是你想玩嘅嚇，就是嗰個啊。你看這字波咁啲，這個字，對 bottom left 啊 ，bottom left，這個呢，這個好啊，係咪意思？這字是嘅哪個字？係就是啊，你想個好啊，想個好，對。好哦，對，這女就是好對啊，所以這個字啊，你看這個字你會記這字，這字啦，我講話這啊誒，係咪意思？你是啊，見啊，現在是好仔啦，華語是仔啦，見啊，就甲華語用法是像誒，華語不是講一隻這個字嘅，桌子、椅子、廚子，嗱，伊是真係無常寫法嘅，伊邊曉得難字，所以即係你就改標嘅。啊，即係我感覺就係這人講啊，個零啊。啊，嘅嚟啊，下面啊嘅嚟啊，咁啦啊，就是這個啊啦。好啊。特別見啊，特別聽到我未曉本，我想見啊是 spell G-I 咧是 N-A 是哪咯就，特別個咧是 R 嚟是見 G-I-N 咧是個 R。啊 ，OK。見啊是 G-I-N-A 冇 G-I-N-A。Gin hyphen A hyphen 哦，安尼啦，呢個邊學曬都冇講話。誒，豬，咱咁咪聊下咪笑蛋啊，咱攞陣整一差唔多 ，OK。咁攞曬點整啊？哎呦，咱幾個時間差唔多會嚟啊，即係準備等佢。我啱喎。啊，你講那個地址咯，地址哦，八度。Hello，太古澳。太古澳 Malay Street， 我行過啊。行過。太古嗎？今年哪冇太古嘅嘛？雲南太古嘅嘛？喺辦公司邊。Cow slaughtering area。即係你叫咩啊？Hari Korban 啊，就。太古嘅。冇嚟啦 ，I think 太古嚟別話㗎。嚟係嗰啲地方，當然冇啦，老劍。陣間你睇太古咯，但係嘛，古間當是持股嘅都係嘛。啊，古間當是持股嘅，有太古啊。太古啦，啊咧持夠你咪你出邊嘅太古。啊。哦，我把個上你邊貴了都冇食咯。對。我講，迄陣貴了真係好食咯。我唔係食過。啊，我話到舊年就一個對嘢是固定個。啊，有啲個，我去食，一食對面一隻炒。唔知我感覺伊個又點講？伊個差別，伊唔知個又點講？伊個又點變一對面有啥賣好嘅面啊？我唔知有啥個，當時我隨便點樣，迄個安迪賣好嘅面真正好食誒，上條路來，幾條湯個對面啊？賣好嘅面啊？係咪本啊？嚇？冇啦。係咪本頭先？我太古澳。太古澳 itself 啊？有咩？係咧，上條路來。幾
講掉，有人講掉，我冇 try 過。對，真係 B B。佢唔係出名咖喱芋頭咩？咖喱芋頭。嚇。係啊。我有聽過咖喱芋頭，我聽過。我並冇食過。誒，我講聽啊。係咯，你講嘅糯米嗰陣時，啲島裏邊有啲都冇講貴庚嘅糯米嘅。你冇有。啱未有？你毛毛菇冇嚟？啊，貴庚冷冇嚟啊！毛毛菇會話冇嚟嘛？係啦，貴庚冷冇嚟㗎啦。啊，你 OK 講聽講一邊成啊，我諗佢 maybe 季節，試過幾個季節時，諗佢就會講第二八，人哋咧攞只結束，所以講未了個當都當煲呢，一個直接對嚟講，希望貴庚冷嚟講話，樣後邊會攞咩時有咩攞？條禮拜啦。我有個人叫佢哋海椒羹啊！嚇，貴庚啊？羹就係你海椒羹，係你海椒羹，已經唔是海係羹嘅。哦，OK，貴庚咪係啦，講貴庚冇夠大，一羹係唔是海嘅。啊，較早時落夠。哦，聽人講啊，又白海啦，你。誒，你特別 help 我啦，我 guess 㗎啦，我唔知咯，就主要小姐啦，我俾佢哋 list 數 ，OK，等即禮拜特別嘅邊咧，就是播減啲後調，我哋都到嘅，冇病，古靈芝，อาหารซีบักเกาบวยมันเป็นลิงไงไหมลิงลองน้ำไส้เดียว豆嘅講啊豆嘅我哋講豆嘅，冇講豆嘅。佢啊講過了嚇。OK， 感謝各位聽眾。你禮拜再見，我能幾禮拜我個在接戲講第二出，就咱唔知個 call 啊。我係失敗呢，我做安尼這年講咧，就按照會 join 邊咧學見啦，still 個人哋 call 我按照 join 係咪 topic 個？唉，感謝各位聽眾，唔讀啦，那你拜拜。